復康事務委員會召開今年第二次會議，社工局初步修訂計劃之中發放嘅殘疾津貼方案，按住殘疾程度分級，每年發放普通殘疾津貼5000蚊，特別殘疾津貼就係1萬蚊。陳麗靜報導。現時本澳嘅殘疾人士最低會得到2000幾蚊嘅經濟援助，新方案建議殘疾津貼係5000蚊，但若果殘疾津貼受惠人同屬敬老金發放對象，普通殘疾津貼將會減半至每年2005蚊，特別殘疾津貼減1/4至每年7005蚊。津貼受益人如果正接受政府援助，包括入住政府或者政府資助嘅院舍、醫療機構等，殘疾津貼將會再減半。普通殘疾津貼減至1250蚊，特別殘疾津貼減至3750蚊。社工局認為殘疾津貼嘅金額同埋級別較難有一致嘅共識，又話人口老齡化亦都係考慮因素。喺會上大家都基本上係支持呢個方案，因為都係從一個低點開始去着手嚇。咁因為始終殘疾津貼喺社會裏邊都有不同嘅意見係好難咧達成對於金額啦、級別啦達成一致嘅共識。咁我哋今次亦都考慮咗咧係社會嘅老齡化啦嚇，咁特別係長者呢個數目咧係會未來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增長啦嚇。當局爭取明年上半年推行方案，並會追溯由09年1月開始計算，預計方案實施首年將會有3萬人受惠，涉及2億6千萬，而發放嘅形式會參考敬老金。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靜報道。